天要上帝，感谢你伫即个主日的早起，带领阮来到你的面前，来认识学了你，尊重你，敬拜你。感谢你，请阮想着你的独生囝耶稣基督，互阮因着信耶稣，听到你的囝儿，你的疼实在无穷无尽。伫过去的日子，阮有得罪你，误着你，远离你，求你赦免阮的过犯。阮有得罪人的，互人会宽容阮，阮也会宽容别人对阮的做法。今仔日，不管阮是带来喜乐的心，求你接纳阮的感恩、感谢、懊恼，还是带来困扰、忧虑、劳苦过重担的心情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你安慰、安静阮，得到安乐伫你的鼓下，互阮伫你的疼内无惊吓，袂信靠你。阮中间有身体欠安的兄弟，特别为着咱姊妹，求你怜悯施恩医治，早日康复。有家庭事业工作需要的，求你帮助解决。阮有美国 Trump 总统、中国习近平、台湾蔡英文、北韩、伊朗领导者祈祷，求你赐因智慧、高调理国政，落实公平正义，人民得安居乐业，互相对话沟通，世界有和平。阮为咱即个教会祈祷，另外牧师、林牧师经过这所领导运转的，大家同心合力来建立即个教会。伫即个经过10年的教会会有改变，有新方向、新目标，为成长，为你的幸福来努力。